喺現時本澳交通流量增加、道路持續複雜化嘅情況下，如何持續提升巴士安全水平，值得社會關注。請問當局會否結合交通意外成因分析，喺意外多發同埋行人較集中嘅路段，透過優化道路同埋巴士站嘅配套設施，增設行人與車輛提示系統、盲點警示系統等智慧化設施，加強行車風險預警同埋安全管理，進一步提升道路使用者及車長嘅安全保障。本澳道路空間有限，巴士車長長期面對繁忙交通、班次壓力、乘客服務同埋道路施工等多重挑戰。請問當局會否進一步推動巴士公司建立更加完善嘅車長身心健康支援機制，包括疲勞風險管理及工作壓力支援措施，鼓勵企業持續改善車長工作環境及職業福祉，從源頭提升服務質素同埋道路安全水平。巴士車長駕駛安全嗰方面呢，政府係高度重視，並且呢係從多方面着手，包括推動立體步行設施嘅建設啦，引入新型嘅交通標識啦，喺行人違規高發點呢係增設一啲分隔設施啦，同埋提示嘅標語，以及引進同埋建設一啲合適本澳道路交通環境嘅電子執法系統，去降低人車衝突嘅風險。喺車長身心健康嗰方面呢，政府亦都會透過增加優化大型巴士總站同埋站點嘅配套設施，加強協調道路工程施工同埋臨時交通嘅安排咧，盡量減少車長嘅工作壓力。另一方面咧，亦都會督促兩巴落實定期體檢啦，嚴格遵守法定嘅工時同埋休息時間，合理編排更牌啦。車長嘅身心安全，因為無論發生意外咧，歸責方係唔係屬於佢咧，其實對於車長嚟講咧，心理上都有一定嘅壓力㗎。就算錯嘅係對方咧，其實佢令到乘客或者令到行人受傷咧，其實車長咧都有一定嘅壓力。咁所以呢方面嚟講咧，可能公司嗰度咧都有一啲團隊咧去進行一啲心理嘅輔導啊，各方面。確實澳門嘅道路咧係比較複雜，外地人佢唔了解澳門交通情況，佢立亂過馬路，導致出現咗一啲嘅交通意外。咁所以未來點樣能夠要加強翻有一啲道路交通安全嘅一個宣傳工作，咁而未來入邊咧都希望能夠完善翻一啲巴士司機、車長嘅一啲嘅休息總站嘅一啲嘅配套，除咗洗手間之外咧，可能啲膳食嘅地方啊、食飯嘅時間啊，或者休息嘅場所嘅環境等等咧，對於促進司機嘅嗰個嘅身心健康咧，肯定係會有幫助嘅。自己有觀察到或者有收到一啲車長咧，就係新嗰啲咧，確實係唔錯嘅，即係嗰啲改善得叫做相對臨時性啦，好似貨倉式咁樣啲休息站，有啲係改善咗，但係有啲由於空間問題啦，譬如我舉一個例啦，1號 A 巴士站皇朝區。佢側邊其實公共道路呢，佢本身停泊嘅位置已經好擠迫，你要俾佢休息空間係好難嘅。咁但係側邊可能都會有啲公園啊，其他公共設施，係咪都能夠即係借用一啲唔係好騷擾居民嘅公共空間啦？真係去優化佢哋嘅站點，點樣可以改善翻啲配套呢？我相信對巴士車長一個中間嘅休息時間嘅保障都會好啲。任何可以改善巴士服務嘅工作呢，我哋都會係用一個開放嘅態度去探討點樣去做好佢。包括林議員提到嘅優化巴士站嘅設施，我哋一直都做緊。新嘅我諗我哋都會做得還可以啦。我哋而家係全面檢視緊一啲使用咗一段時間嘅，係咪有需要做一啲優化呢？咁交通事務局同公共建設局呢，亦都喺度密鑼緊鼓緊喺度做緊有關嘅工作，完全理解車長心理壓力大，因為道路嘅環境越嚟越複雜，係咪可以增加啲心理輔導啊，令到個管理上邊人性化啲咧？更加有溫度咁去做好個管理工作。呢個亦都係我哋未來喺今年巴士續約嘅傾談嘅工作裏邊咧，其中一個重要嘅一環咧。梁淑議員提得好啱啦。我諗喺交通宣傳嗰部分咧，我哋一定要加大力度。交通事務局同埋治安警察局咧，我諗我哋一定會同社會各個唔同嘅團體一道，我哋一同去加強有關嘅宣傳。
至於優化一啲現行嘅巴士站嘅設施咧，李議員提到嗰個皇朝嗰個站咧，我哋睇睇有冇一啲折衷嘅辦法咧，係可以令到車長嘅休息或者一進食咧，可以有一個更好嘅環境。